上请到早，欢迎收看今日1月27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先一开始，咱来关心疫情。咱国内昨昏是新增加46个境外病例，也有46个本土病例。本土病例内底，桃园上严重，有加29例。高雄港的群组感染嘛有加12例。若最近真侪新的病例，拢是伫餐厅食饭的时烧话的。外界即马就较烦恼讲，安尼敢毋免禁止现食，是毋是应该禁止？指挥官陈时中是表示，总共甲所有会群聚的所在拢禁，安尼会影响民众的生活。国内新冠本土疫情持续扩大，20日新增加46例，其中桃园、万雄、自王园区相关新增加14例上侪。国内是高雄港规定烧话新增加12例。宜兰大溪中英凤凰酒店案，也甲台北圆山总铺师兄妹案相关，也拢有新增加案例。另外，新北阿东病院新增加2例，桃园有1例就医采检的时阵确诊，感染源也搁伫调查。雅序里面今天总共验出是14位，总共报告出来14位，7位本土，7位本国人，那7位是外籍，那都是一采是阴，然后现在是复阳。伫桃园其他相关确诊的部分，龙潭体育人员按151事，因为共餐厅刷确诊，新增加4例；日本火锅店规定烧话新增加2例；幼儿园规定烧话是新增加8例。因为袂少确诊个案用餐的时阵喂到的，准讲毋是共倒食饭嘛会感染着。外界关心是毋是禁止餐厅店内食，但是中是讲只要接触的时间长，拢有风险。若做甲所有的公共场所拢禁止，会影响到民生问题。当然有一些区域它相对的风险稍高一些，但也不是绝对的。如果有群聚的场合都把它禁止的话，那基本上都会禁止到也会影响到我们很严重的一个民生的问题。国内累计已经有10件 Omicron 独立传播链，包括同机场高雄港3间院内感染，机场防疫人员也有防疫计程车司机者。宜兰跟台北新北这2起又是分别不同的 Omicron， 所以确实是有10个不同的一个独立的传播链。但是中是讲 BNT 这2天会有1批到货，莫德纳后个月也有1批会到。A2买500万剂次世代疫苗，加拢爱听候做完第3期，看情形再来判断。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伫昨昏本土病例有加3例，副市长黄珊珊昨暗嘛，佫公布1打确诊者的卡者，算的计共有1200多人，甲确诊者伫同一个时间、同一个所在有顶塔。市府即嘛是呼吁民众，总共有接到通知，先莫出门，听候专人安排你去做采检，也是安排隔离。有症状先去买快筛剂，好，买完快筛剂如果有状况，马上通报1922。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开直播，希望1239位甲确诊者卡列小他的民众，赶紧用快筛，或者是到7大院区采检。对于李大所公布的图卡，会当看到，比迄天下昼伫咧防疫记者会确诊卡列，加一个蔡配方国际发现沙龙。他可能是从长荣凤凰酒店传给了18495，传给了18521，而18521又跟17个人吃饭，所以这边有3个人。所以今天大部分都不是台北市的个案，可是他们的足迹几乎都在台北。台北市府发出大量的细胞感染测人，爱注意的是，确诊者按185-112个编辑，不伫咧2月参加台北疫控疫相关活动，现场也有陈柏霖等9位艺人。就以12个编辑，14北加台北的房中去看厝，一直到24才确诊。指挥中心认为，12编辑是这件群聚案上早发病的。从这个发病的时序看起来，那这一起的事件里面，发病日最早的是这个18518，然后那就是说，他后续当然还要看他这个 CT 值的一些变化，然后可能有抗体的检验比较可以厘清说他是不是真的比较像是这个传染的来源。台北房中按18375，除了传予伊的妈妈，甲伫咧圆山饭店工作的小妹，过来就是甲朋友做阵食饭，要伊的朋友甲互相无熟悉幼儿园老师，搁伫咧共一间面店食饭，考虑幼儿园甲补习班121人居家隔离，扩大采检233人。要若上早发病的12编辑卡列真多，去过台北市真侪行政区，台北市长郭文体主张疫苗呼叫爱赶紧做，也鼓励民众赶紧去做第3剂预防针。记者综合报道。
那桃园目前有3条社区内的感染传播链，一个是北德幼稚园，一个是万雄自贸港区，一个是龙潭的山友，这些拢有新增加病例。另外，桃园市政府经过调查，发现原本无找无感染源的患者，甲一寡确诊者，虽讲因无熟悉，也毋过拢有去过同一间火锅店食饭。即马初步是认定讲应该是餐厅内底的群组感染。因为即阵啊，真侪个案拢是对餐厅传出去的。桃园市长郑文灿即马嘛宣布，桃园的餐厅上新的防疫规定。学校空空拢无啥人，桃园北德的嘉贝尔幼儿园对这个确诊了后，市府赶紧来宣布，私立幼儿园提早2天立即开始来休馆。我是觉得安全还是比较重要啦。对，反正能早点通知我们就早点跟那个公司安排。有一个感染源不明幼儿园的囡仔加上父母，经过扩大暴力采检了后，厝内底老爸阿叔、一辈小弟小妹，还有幼儿园的动物，拢出现确诊。这个幼儿园的传播链一个新增加8个人。铁门友内小食店暂停营业，因为桃园另外一条传播链，龙潭退休的山友也未找到感染源，即阵阁再有4个人确诊，包含厝内底阿姊，也有3个人是伫即间店，甲确诊者共到唱馆来食饭。另外，市府进前公布2件感染源不明的单独的个案，经过调查比对了后，发现拢捌伫同一时段到同一间火锅店来食饭。另外，这间餐厅也新增加2个人确诊。大南市场买菜母女，那另外有一个孕妇。这个确诊案，在这个同一时段，足迹都重叠在这家这个前都餐厅。那因此我们初判，那么这里有一个群聚感染的事件。对中立的实体餐厅开始到即阵已经出现侪条的传播链去画着，甲餐厅内容有关系。地本产业宣布，桃园上新的餐厅食饭的规范，包含餐厅内用的座位减半，离开座位必须要挂气暗，要餐厅附设的卡拉 OK 暂停开放，3大加严罪法。我觉得是维持第3级的禁止内用，这样子会比较适切一点。桃园疫情无看较厉，2个新增加1名确诊个案，比中市大埔在上北的活动，检查阳性了后，到病院 PCR 采检确诊，感染源也伫调查。随着桃园疫情侪点来爆发，市府也伫北德甲龙潭正式社区的采检站，今无查出温总的确诊者，伊会形成一条病毒的传播链。记者综合报道。另外，高雄港群组感染嘛有新增加12例，其中有11例伫高雄，有1例伫台南，拢是工课场，也是厝内烧话较济。所以高雄市政府即马嘛打算阁要继续扩大体检。来捷运站区详细来消毒，高雄市府公布草原站、火车站、甲南马溪、加工区站拢有确诊者捌来过。高雄港互相烧话案件2日新增加12例本土的个案，其中11例伫高雄，1例是伫台南。同住家人。被染疫，是占了最大宗。那第2个呢是属于我们的职场的接触者。高雄的11例内底，扣除8例家庭的互相烧话，也有3例伫工作上的接触。就是案例18588是印尼籍船员，也有案例18547是船厂的工作人员，常常来回2间的造船厂，市府包列船员的同事甲造船厂的接触者。看守这个船只的任务，那因此也造成了2个造船厂，当然有相关的一些这个传染的风险。高雄市府也是锁定高雄港中岛区甲修船造船厂的工作区是风险区，要求收到细胞检验的民众，拢要2摆 PCR 加1摆快速检查才法度排除。社区的检查率也即要超过50%，希望断绝这个稳定的传播链。另外，台南新增加的1例是案例18533的翁婿。太太是由高雄港互相烧话案件接触史，伊去挖了后，这个为何因生死？还没有具有传染力的这个时候就已经把它截住了，而且在18533发病之后，他先生就已经匡列居家隔离了。台南市府表示，这个确诊者在隔离期发病，较无社区传播风险，不过也是公布伊捌去过所在扩大消毒，并且包列出第2款的接触者，避免疫情一直传出去。记者综合报道。做伙关心天气，今仔日是温度回升，西半部拢好天，而且会出日头。也毋过明仔会变天哦，全台湾拢有机会会落雨。做伙来看云图，今日北部、东半部云较高，基隆北海岸依然有13雨。中南部拢好天，而且会出日头。今日各地早晚会较凉冷，若今日透早的上低温是出现伫花莲，敢若13度3。今日是温度会回升，高温有到28度。毋过明仔拜5开始，佫会变天，全台湾拢有机会会落雨，天气无啥稳定。尤其东半部、南部雨会较粗。
若拜六温度会明显下降，到小过年尾，各有冷空气会到位，低温存无10度，一直到后礼拜2正月初1，冷空气才会减弱，温度才会小可回升。来关心东加的海底火山大爆发，造成秘鲁一只游轮漏油，是污染大海，污染甲真食力。秘鲁政府即马是表示，有8桶原油漏油，力巴士集团向要求爱负责。不过因是否认，讲漏的这油是旧的，毋是新的。在秘鲁重大漏油事件10天了，又搁出现小规模漏油。环境部讲有8桶原油343加仑漏出，是西班牙能源业者力宝水集团的潘皮拉炼油厂海底时间时阵漏出。Otra vez, ¿cómo es posible que en menos de una semana otra vez haya otro derrame de petróleo por sus irresponsabilidades? No entiendo cómo es posible que una empresa de semejante tamaño。力宝水集团发声明讲，唔是新的漏油，是海底18公尺油管时间过程10个漏油事件所出的油，也早就知影已经启动查油作业，目前拢已经控制掉。秘鲁的环境部检察官古兹曼利达讲，会约谈力宝水集团，包括负责风险评估的经理在内4个人，并且讲漏油造成生态破坏，无法度恢复。有一项相当会当判4年到7年，甲污染有关系指控调查内面讲，力宝水集团伫咧漏油事件拄发生时阵，涉嫌放假消息。10个伫咧东加王国海底火山爆发，1万多公里外的南美洲国家秘鲁也受到影响。迄当阵西班牙力宝水集团的油轮外道污染海岸，秘鲁环境部讲漏油一直向沿岸扩大，影响海山保面积超过180公顷，差不多是270个脚球场，也阁有713公顷的海蟹受影响。鸟啊加海洋生物的死亡无法度估计，旅游业、渔业受到严重的影响。至少21个海沙堡被污染，卫生部警告民众唔通踮喺附近受水。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家乡亲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查报重点，先来看自由时报。国民党籍的高雄议长詹丽燕涉嫌诈领助理费，检方以贪污伪造文书起诉詹丽燕甲伊的小妹，也有11个涉案的助理。面对检方起诉，又发出声明，讲会透过司法证明家己的清白。来关心中国时报，台北市宽东大道2个半暝啊发生死亡车祸，一个41岁姓吴的女子，查甫人亲像是互导航带唔到路，驶对向驶600多公尺，去弄到2台车，其中22岁骑重型机车姓刘的查甫囡仔，摔落高架桥，摔到10层楼悬，摔到涂骹不幸过往。来关心联合报，咱政府打算要开放日本福岛食品，行政院昨昏有开会，是开到半暝。政府高层即马是表示，行政院会今仔日会安排卫福部去报告日本食品的议题。不过因为总预算案即马伫立法院继续卡关，所以应该是袂赴处理日本食品这件代志，应该会伫旧历过年过了后才会公告。继续关心疫情，来去镜头来高雄。高雄有一个去考大学学测的考生，因为伊厝内人是高雄港军事感染的案例，伊23考刷嘛有去做采检，2是确诊。市政府即马赶紧是考了214个人，而且嘛针对考场有大消毒。因为这个学生囡仔嘛捌登去过学校，所以高中迄边即马有考151个接触者，有32个人爱隔离。如果暗时啊，防疫巴士停伫高雄这间高中的门口，济师生穿防护衫、挂护目镜，准备要去防疫旅馆隔离。因为这间学校一个高三的学生确诊，传染期的时阵2天有去学校，学校考了151个人，有32个人都爱居家隔离。校长讲，特别过年啊，老师甲学生接到这个消息是拢惊一跳。确实对学生来讲是蛮错愕的啦，对家长也是很错愕。所以我们就是以这种持续关怀，同学他们自己私下的社群或赖群组会去做这些庆生的活动，我觉得这些活动都很好啊。我们人不在，但是心都还是在一起的。防考例的，毋但是同一间学校的师生，因为这个确诊的学生是今年学测的考生，考场嘛有214个人防考例。在考试隔天确诊，我们所得知的讯息就是该市场的考生跟监视人员。采检都是阴性。大考中心强调讲，学测进前的21天到结束，拢有甲指挥中心、甲卫生单位确认居家隔离、甲自主健康管理的考生。这个考生拢无伫咧名单内底。卫生局做疫调，若是发现讲，这个考生伫咧21学测的头一天
都出现咳嗽、流鼻水，或者是十片等等的症状，是安怎无刷去防疫市场考试的？只要有明显症状的考生，我们就会开启备用跟防疫市场。这个考生学测的时阵，到底是有症状无讲，或者是检测人员无发现，也是甲疫调有前差？大考中心甲高雄市卫生局拢也无进一步的讲法。唯一会当确定的是，考试结束了后配合采检才确诊，成绩未受影响。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新北市的阿东病院，即马阿东病院又出现病例，是一个70多岁阿嬷，甲伊2个去甲顾的后生。因为即个阿嬷拢在住院，拢无离开病院，所以无排除讲这病毒应该是伊的后生喂入去病院内底的。目前搁咧找感染源。新北市阿东病院爆出第2波疫情，在进前一个护理师确诊，喂互翁婿甲2个囡仔了后，2暗时佫传出院内一个病人甲陪病的亲人拢是阳性确诊。指挥中心证实，案例18548是一个70多岁女性的病人，测试因为家属住院，2号接受转院采检 PCR 阳性。案例18560是50多岁后生，伫老母住院了后也入院来照顾，不过惊拢确诊，感染源不明。那是母亲大概是1月4号开始住院，那一到不动病房，后来就觉得好像肺部有一些相关的问题，所以又在采检，那就是阳性。那因为是阳性，所以这儿子在那边做陪病，所以儿子也采，那也是现在儿子是阳性。特别注意的是，这老母住院期间，22天都无出病房，由后生专职来照顾。指挥中心有排除是后生喂互老母的。新北市卫生局也公布，伊捌去过所在，捌去过病院周边的全联、大米店、医疗用品店。阿东病院是发声明指出，院内每礼拜会检查超过5000人次。这病人甲进前为着护理师是无共楼、无共病房。目前都在疫调当中，尤其是不是感染源同一个，都要做好基因定序。所以目前我们都在扩大疫调，然后亚东医院也非常的积极主动，在所有的同层的病房以及医务同仁，目前采取都是阴性。这宗案例18560感染源不明，外界关心来自社区传播的风险外悬。指挥中心讲也伫调查中。另外，新北市26也新增加案例18612是树林区40多岁男性，离北家同确诊者伫卡拉 OK 小食店共倒来食饭，被爆裂了后采检 PCR 阳性确诊。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甲乡亲咱做伙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伫全世界的确定病例已经超过3亿5千万例，死亡人数是超过563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92例，目前咱台湾加强18503例。中国病例超过10万例，日本超过235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济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7300万例，印度超过4000万例，巴西是超过2400万例。欧洲的国家伫英国已经超过1600万例，伫法国是超过1700万例。那疫情嘛影响当家王国火山爆发救灾任务。火山爆发了后，有真侪国家，亲像日本、澳洲甲纽西兰，拢有去斗救。毋过即阵，日本甲澳洲去斗救的军队嘛，拢传出疫情。当家火山爆发已经经过10天，严格部分物资，到即卖未送到当地民众的手头，因为澳洲用军舰阿德雷德号运送物资到当地，所发现军舰面顶有23名官兵确诊。23 personnel on HMAS Adelaide, which departed Brisbane only a matter of days ago, have tested positive with COVID-19. There are those people, obviously, and others on board who are in isolation at the moment. 要避免疫情进入当家，目前澳洲政府考虑用47运输机来回伫军舰甲陆地搬物资进入灾区，也是互军舰直接落物资，而且对设备做消毒，用无接触的方式来救援。日本3应用做军机嘛有同款的状况，有4名自卫队员确诊，其他36个人要隔离。当局考虑派新的队员到当地协助救灾。
疫情引致到当届救灾任务，各号主3剂疫苗，英国歌手阿尔顿强有关发生突破性的感染，所以原本伫25日美国德州的演唱会延期取消。虽然美国政府要求民众自加强这疫苗，增加对奥密克戎病毒的防护力，但美国民调发现，真侪美国人认为，只有一开始完整疫苗是袂使欠缺的，和加强这注射率只有40%。A slow start to the communication about it. A lot of questions from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But again, like all of COVID, science changes rapidly. And in the age of Omicron, it's kind of a really important foundation of protecting the population from getting into the hospital. 第二是实施新的疫苗通行证的法国，同一天通报过去24点钟增加病例到501635例，是一天病例头一届超过50万创下新高，嘛是欧洲主要国家内底一天确诊率上悬的国家。虽然疫情严重，法国总理又原伫进程宣布，为2月初底开始的分阶段解除防疫限制。公司新闻台是董平玉。来关心俄罗斯甲乌克兰的局势，即马是真紧张，哪亲像会小战。总共真是拍起来，可能嘛影响全世界粮食的供应。上新的消息是，美国官员已经提出警告，讲俄罗斯2月中会入侵乌克兰，所以呼吁美国公民要赶紧离开乌克兰。为美国来武器甲后援装备，小连续送到乌克兰。俄罗斯甲乌克兰的局势野悬，美国国防部宣布。8500的美军已经进入高度的警戒，随时拢会当进入东欧来协防。Would you ever see yourself personally sanctioning him if he did invade Ukraine? Yes. You would. I would see that. 美国总统拜登强调讲，美军袂进入乌克兰，不过若是俄罗斯坚持硬要入侵，无排除会直接甲总统普丁制裁。因若俄罗斯的国防媒体是甲责任下摕互西方国家甲北约组织，强调讲是因部署军队，才会互边境的局势变紧张。另外有分析师指出，若真正拍起来，恐惊会加做2战以来上界严重的冲突。美国研究机构突破中心投稿去外交政策期刊的文章内底指出。乌克兰东部是农业真重要的所在，嘛红号做是欧洲的高仓。因的番麦、甲做米露的麦仔，抑个有乌麦仔，伫全球出口市场是排头坎的。因若做胖的麦仔，嘛外销去真侪非洲国家。便若发生战争，就会直接冲击到粮食的供应，恐惊引起粮食的危机甲饥荒。另外，法国、德国、俄罗斯甲乌克兰4国的官员2日会伫法国巴黎举行6万地模式的会谈，希望透过外交手段来解决这个冲突。法国总统马克宏讲，最近会甲俄罗斯的总统通电话，伊讲袂放弃对话的可能性。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北韩伫今日透早各向日本海发射不明的飞弹、飞行物，这是今年以来第6摆试射，也毋过目前也毋知影是射啥物款飞弹。来关心香港政府传出要求电台的主持人要列出歌手黑名单，袂使放这歌手的歌。若歌手何韵诗嘛伫名单顶头。何韵诗知影了后讲，伊感觉真公平。来关心世界卫生组织这礼拜开会，咱台湾有友邦、有小连续发言支持咱台湾，也毋过翻译官拢无翻译防控机。来关心咱副总统赖清德是代表总统蔡英文去洪都拉斯参加因新总统的就职典礼。昨昏过境美国洛杉矶，甲17个美国的参众议员举办线顶的会谈。详细的消息是，咱副总统赖清德的专机早起已经到洪都拉斯，洪都拉斯的副总统有亲身来欢迎。Thank you for seeing me on board. Last time we met in Taiwan. Many times. Yeah. This time I'm in your country, in United States. 我非常荣幸能够有这个机会代表美国来台社会美国的人民欢迎你的到美国来。Thank you. 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登上专机，欢迎副总统赖清德过境美国洛杉矶。这是赖清德担任副总统以来头一摆出国访问，也是头一摆以副总统的身份来到美国。由疫情的影响，赖清德将用视讯的方式甲美国政要来对话。赖清德在推特顶面打出甲民主党籍的美国参议院亚太小组主席马基的网络会议的画面。共和党众议员邝思恒也伫推特顶面打出甲赖清德的会议视讯的画面。这场会谈了共和党众议员欧文
斯甲咱国驻美代表肖比琴，赖清德此行主要要到友邦洪都拉斯参加新任总统卡斯楚的就职典礼。洪都拉斯驻洛杉矶总领事里维拉也伫赖清德到机场时来献花表示欢迎。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国民党籍的高雄议长詹丽燕涉嫌诈领助理费，检方以贪污伪造文书罪起诉詹丽燕，也有伊的小妹甲11个涉案的助理。面对检方起诉，又发出声明，讲要透过司法证明家己的清白。头日日大花离开高雄地检署，高雄市国民党籍议长詹丽燕，去年3月因为涉嫌诈领助理费，互检方传唤，这个案件2日宣布终结。检方以贪污罪、甲伪造文书罪，甲詹丽燕，也有因小妹甲11个涉案的助理起诉。这个消息一日出来，都有民代讲这款的风气唔通再出现啊！我们这个世代有很多素人的青年从政，包括我，就是希望说，过去令人诟病的这些舞弊啊、黑金等等的风气，可以终止在上个世代。检方认为讲，詹丽燕标记知影助理费，并不是议员薪水的一部分，或者是补贴，所以几啊届报拍销，申请不实的助理费了后，开启别位。几啊年以来，诈领的金额有到1300多万。事实上，高雄市议会伫2010年都透过修法，互薪水直接拨入去助理的口座，无过透过议员来发，希望莫阁有诈领的事件。不过民代讲，这其中也是有空房通好两。如果是人头助理来申报这个费用，那直接进到助理的账户里面，又提出来做其他的用途，这个其实是很难查核的。就算以目前的这个修法后的制度，它还是没有办法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啊。面对检方起诉，詹丽燕中道发声明表示遗憾，伊强调讲会透过司法来证明伊的清白。也若民代嘛建议讲，未来若是民代聘用的助理是3等亲，会当来公开，防止民代用亲情来做人头助理，甚至直接公开助理的名单。不过因为这可能会牵连到文书的问题，恐惊搁要进一步来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镜头来台南市长黄伟哲伊是表示讲，总讲民众无照起工做好实验制，伊要罚上悬会当罚15000。不过，疫情指挥中心是表示讲，目前无法规通处罚，敢会使用可控的。黄伟哲是表示讲，要罚唔罚，这是地方政府自治权的范围。疫情指挥中心嘛回应讲，那呢尊重地方的做法。今日安南区果菜市场内大量工作人员集中伫入口的所在，要严格审查民众是毋是有做好实验制。因为为日开始，民众若做无做好实验制，可能会互人罚3000至15000。是可以接受啊，对，我觉得就是现在这种情形，就是大家都还蛮担心的，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按照规矩来。罚款可能会让大家比较能遵守。安尼对阮以后啊，安尼对阮来讲较有保障啊。民众大部分对罚钱无真侪意见，这个规定主要就是台南25新增加2例本土病例，打破台南200多天无病例的记录。所以市长黄伟哲25伫防疫记者会讲，要贯彻实验制，才当最好一条。所以未来民众若是无最好实验制，可能都会互人罚钱。包括实联制的部分，去年我们就已经开了300多张的罚单了，那怎么会无法可依呢？那所以说，我相信，我们跟尊重部长的一个讲法，但是因为实联制的部分是属于这个稽查跟开罚是属于地方政府，那我们都已经实施有一段时间了。民众大部分对处分无真侪意见，卫福部长陈时中2日也伫指挥中心记者会表示尊重地方。当然，这个处分基本是在地方，那我们这上面我们只有这样的宣告，那地方要用劝导的或者就是说直接要来开罚，这我们尊重地方政府。台南市政府是讲，公开宣传主要也是希望民众爱真正重视实联制的重要性。记者综合报道。过年，伫要交下劳动部有实施春安的劳动检查，有抓到新北市邦桥一个大型的建案有违反16项规定，罚款51万。另外，即阵本土疫情滚价，伫要开放的第2波移工专案，敢会当实施？劳动部长柯明春是表示，政府会看疫情的发展来调整。伫建筑工地现场，对着围栏广线安排，各项设施一个来检查。劳动部长柯明春到新北市邦桥的建案来路检。
这地上19层、地下6层，总共4栋，超过1100户，工程造价25亿的大型的建案。路检计了后，出现荷兰安全扶手这16项违规，总共10次被要求停工，罚51万。看到很多的缺失，我自己都觉得真的，我需要下午就马上立即改善。业者也赶紧来核实的，并且表示会随来改善。有过年即要到啊，未少企业赶紧伫管实，也是进行税收。劳动部启动村内路检，对营建交通运输这行业强化路检。重大职灾死亡人数要持续降10%，那劳工健康照护率要增加10%。去年的数字来看，我们现在是276个人的职灾死亡，其实比去年已经降了将近30个人，但是我们今年希望持续再降10%。另外，劳动部有计2月15要开放第2阶段移工专案，即阵考虑到疫情，是不是多如期来举行，也有待观察。雅旭的移工的染疫事件哈，那目前这几天是关键时刻啦，疫情还是不是很理想的话，那我们就可能春节后来向指挥中心来就当时的一个疫情状况来提出我们的相关说明。劳动部有估在过年了后会看疫情是不是稳定，向指挥中心来提报，由因来判断，一直也是以民众安全健康为优先。记者综合报道。第5放送头镜头来苗栗管理的上管理，因为隔壁就是火焰山自然保留区，最近有规定的高山会走入去果子园，也是菜园省等这农作物。有学者即马是建议讲，这个所在虽无有假释，所以在这边真坐定高山过来，啊，毋过嘛是爱看甲高山赶走，才袂互因惯势伫遮找食的。山壁虽然是真险，不过阮啊只狗仔上管是爬来爬去，这是苗栗火焰山的自然保留区。虽然是山脊的山壁，不过狗仔敢若亲像行平路同款，因规群落山来找食。因的目标就是山脚这片的果子园。柑仔园内底有真侪狗仔，有的伫树顶是海来海去，更加多是带柑仔来食，甚至是还未食完就献杀。种果子的农民是损失不哩济，翕到狗仔的民众讲，狗仔的数量甲往年来比较是增加袂少。前几年只有10几只下山偷吃农作物，今年更发现将近100只。当地种果子的农民讲，去年种1分地，原本有计过年前后会使来采收，不过即阵估计损失3-4成。也不过烦恼讲民众无细力会去吸到，所以讲暂时无考虑要设电网。专家分析，当地因为瓦郡自然保留区，狗仔的数量增加，向外口来找食，数量会遮尔多，有可能是滚来族群连续来出现。早上9点的时候可能是 A 群，再过来可能再过来就是 B 群，再过来是 C 群，所以可能那个农民感觉起来，他那个地方可能是食文所以呢会有不同的群的猴子进来吃啦，当然要驱赶不然的话猴子的习性，它会记得这里东西好吃，而且每一群都来吃的话，那你这个地方就没有什么收成嘛，这很危险嘛。林教授讲，狗仔的数量增加了后，食物相对不足，山脚的果子园就是真好的食物的来源。建议应该甲相关单位适时来甲赶走，若无互这狗仔食惯势了后，除了造成农业的损失，人甲狗仔中间的冲突也会愈来愈严重。记者综合报道。南投东德高中有举办社区义诊的活动，带学生囡仔去社区免钱替老大人加头毛。过年前小食到咧，阿公阿嬷拢感觉真欢喜。新正入要到啊，南投草屯的东德高中专工带学生去社区替老大人加头章，发挥家己学的专业，甲社区的时代说得好水水，通过年。一寡老人讲安尼吼，加较水的，较好看，或者老人讲欠一寡钱起来安尼啦吼，算社区设计也袂歹啦。学生真用心。我觉得很开心，就是有这次实习的机会，然后多挑战自己，然后就希望我以后就是剪发技术可以更加提升。除了伫学校认真学技术，学生趁这个机会行入社区替老大人服务，唔但得到宝贵的经验，也用实际行动回馈乡里。要剪阿公阿嬷的发型，就是尽量不要剪太短。然后还有就是尽量维持他们的卷度。学生是来自于时尚造型科的学生，他们有一半的时间都在美发店上班，所以对接触这一些长辈呢，他们也都能够驾轻就熟。
那我们学以致用，来这边回馈我们的邻里。学校即摆拢总要去6个社区义诊，会当摕这阵古水的老大人换新的头章型，欢喜过年，学生拢真欢喜。记者综合报道。去年5月中，咱台湾的疫情进入3级警戒，本土疫情滚价。囡仔迄时阵是踮厝内上课，也毋过有一寡经济较弱势的囡仔，因为无学校的营养午餐，连食饭拢出问题。伫婚姻的关中乡有社区就互相斗相共，送食面、送册，照顾这群囡仔。台湾新简介文化新台湾，带乡亲，咱做伙来看这个社区的故事。2021年5月中，全台湾新冠疫情进入3级警戒。原本伫咧学校有营养中昼顿通食的囡仔，所以因为停课无饭通食。教育部一开始呼吁各间学校爱发餐馆。不过，云林县元长乡的五地村伫咧较偏远的所在，就算囡仔有摕到餐馆，附近4公里内嘛敢若土豆田甲蒜头田，有餐馆嘛无所在通好换食面。当地五地社区发展协会长期甲村内家庭斗照顾囡仔，协会老师真紧就发现这个问题，开始盘点甲发物资。另外，伊嘛分食食的材料包互囡仔，伫咧网络顶教囡仔安怎煮食。互家长出外食头路的时阵，毋免烦恼厝内。爱互囡仔因伫厝里吼，要煮较方便的，所以阮就有想讲鸡卵啊、米粉啊，还是葱油饼啊，这较简单的，因有法度简单料理。疫情了后，咱都也毋敢出门啦，囡仔嘛袂当去倒，一定爱顾伊啊细汉呐。盘子要拿着，新的，对，好棒哦。他这样中午就饱了，这方便的。五地社区协会伫咧地方点点啊付出，甲长辈个有囡仔感情是麻。若无因为疫情头壳无咧烧，颠倒阁成功利用手头的资源，互社区的关系阁较麻，度过一场有史以来上大的难关。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台南水沟社文化园区有一间真水的花园册店。台南市的文化局是利用一间日本时代的老厝，把这个所在打造变做一间用台南做主题的册店。民众唔但会当坐落来好好看册，伫店内嘛有展览通欣赏。这间日本时代的老厝要保存贯村将军厝的风貌，不过即马只是册店。两边的册橱啊，有大人看的册，嘛有囡仔册，而且佫有即个亲像泡温泉的泡册区。泡温泉的概念，只是讲你是泡伫个册泉内底，就是全部满是的册。这是台湾罕见有关部门成立的册店，7成是台南市文化局出版的册，另外3成是甲台南生活相关的。日开幕有真侪大人带囡仔来参观。头摆的册展就是大人囡仔拢介意的立体册，拢是全世界像哈利波特，像达文西，这拢是普通时啊爱丽丝梦游仙境，这拢毋是你要看就看会到的，因为这册拢非常的贵，嘛拢足珍贵、足精彩。唔但有主题册展，后壁原来灶骹，即马是艺文空间，真侪甲好年有关的插画甲用品。他们来的时候呢，他可以阅读到很多的书。那如果说他有兴趣的书籍，他都可以把这本书呢寄阅到我们的任何园区的任何一个角落，可以坐在那边静静的观看着植物，然后观看着书。水沟社文化园区的景观甲空间设计捌得几奖，文化局希望民众来园区会当有一个所在休困看册，嘛感受台南文化。记者陈嘉文、刘伟做台南报道。新北市伫去年6月份本土疫情滚价时，有针对新型冠状病毒症头较轻的患者，设一个远距离关怀虚拟病房。即马这个平台嘛进一步推出 APP， 甲监测健康检查数字会当传去你网络顶头。但是发现有问题，伫线顶的医疗人员就会当随处理。要利用科技减轻医护人员的负担，会当降低收尾风险。这就是他现在的一个血氧的浓度跟他的心跳。检测费用未付，结果会自动传去网络系统。这是新北市针对市内检疫中心收的无症状还是轻症患者所设的健康平台。这个部分其实可以用在大量病患，为例有一些轻症跟无症状确诊的，我们除了集中检疫中心以外，如果有必要的时候，我们会采取
在家也可以用这一套系统。新北市卫生局表示，面对未来医疗能量可能前方，居家检疫者若雄雄增加，就会使用系统监测病人的健康。若发生变化，就需有医护人员伫线顶关心了解。我们福大医院有视讯诊疗的服务。然后你可以跟我们说，我们帮你安排视讯看诊。它会针对你的健康数据的部分去做不同的分类的管理。那如果你的血氧数据或者健康数据有异常的时候，它就会主动的示警，让我们的医护人员会知道这个个案可能是需要主动关怀的。卫生局表示，这是参考英国虚拟病房的概念，就是将轻症分流点出来。这个方法嘛，通降低专职病院也是机构管理的负担。目前泰山检疫中心已经有在使用，将来若需要扩大范围，会搁参指挥中心讨论。记者陈阿文、刘若水，新北市采访报道。新北市食好水公投案伫去年公投的时有通过。若新北县即马嘛有议员带乡亲去县政府要求新北县政府嘛爱有废污水处理条例。伊嘛指控讲在地有一寡违法的业者会甲垃圾水排入去溪底，民众已经检举上百届啊，检过政府拢去点点，敢若罚4届尔。还我乡亲身后尊严。在县政府头前扣抗议布条，议员表示，新北县头前溪甲凤山溪三不五时就会传出工厂排废水的污染事件，还有得当违法殡葬业者的问题，恐惊会造成疫情的破空。现在新竹县疫情再起，所有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违法殡葬的一个状况，如果我们是没有办法合理的去掌控的话，对我们的影响不仅是水源的问题，也是疫情的问题。来到得当殡仪馆，为合法经营的业者已经向镇公所打出停止营运的公告。业者讲，其他违法的业者因为抢生理，造成合法的人经营袂落去，而且民众检举违法，却无看到政府有动作。6家非法殡葬业者常年做无本生意，任意涨价鱼肉乡民，导致新竹县民家中往生亲人的大体毫无身后尊严。水质的部分呢，自来水公司也都多次的去做监测，那水质也都是合格的。至于6家这个非法业者他们违法经营殡葬设施的部分呢，那本府从104年、109年到110年，前后采访了4次，采访金额高达将近500万元。县政府表示会继续辅导殡葬业者合法化，限期3年改善，而且逐年都会办理稽核。若是确认有违规的代志，会继续裁罚，绝对袂放目。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世界正心息来看时代的进步，车唔若会当驶伫大路，嘛会当飞去伫天顶。斯洛伐克的交通部门25日颁证书，予英国来研发的飞天车。这款车是由 BMW 提供引擎，对轿车变做会飞的车，敢若需要2分钟尔。按算1年内就会当量产。这台由斯洛伐克的克林恩西亚公司所研发的 L 卡飞天车原型，25正式得到因运输管理局颁发适航证书，也顶有开始飞天车实际生产的大门。这个公司表示，预定12个月内就会当投入商业生产。This certificate, which has been achieved after 70 plus flight hours and 200 takeoffs and landings, we have confirmed that the technology is built in compliance with all the safety regulations imposed by EASA. L 卡去年6月伫尼特拉机场甲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完成35分钟的起飞，降落了后转换做汽车开去市中心。这台飞天车由1.6公升 BMW 引擎提供动力。敢若需要300公尺长的跑道就会当起飞，飞行时速达到170公里，飞行高度超过5000公尺，飞行距离是1000公里。为汽车变做飞天车，只需要2分15秒，开关小试一下就会当切换模式。不过驾驶必须爱先有飞行执照。Our goal is to return the freedom to back to those who have the pilot's license and can drive a car,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y can take off and cover a distance of 1,000 kilometers.
包括荷兰的 PAL 公司也即个投入飞天车的研发制作，不过也未完成所有的认证程序。不过想要驾驶 L 卡，除了爱有飞行执照以外，落地啊嘛爱有够深。这个公司估计，这个 L 卡未来要卖介绍，会定伫60至70万美金中间，相当是按2000万台票。若是飞行距离，是毋是当突破目前的1000公里？这就要看未来电池科技伊的发展才有法度决定。公司新闻金元庆编译。核能是一款成本低、能量高的发电方式，不过因为会产生核废料，真好处理，所以有人支持，嘛有人反对。目前全世界核能的发电是采用核分裂这款技术，不过伫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因有新的突破性进展，是利用核融合这款科技，总共有影成功啊！未来有可能就当创造新的能源时代。一个无需要使用石化燃料核能发电厂，也被认为是过时。当然，太阳能、风力发电拢是旧时代产物的世界，你敢想会出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想要实现安尼理想，电厂科学家将核中心的这个实验室来研发的核融合技術，有可能取代所有的發電模式。那安尼未來就用不完的清潔能源。Around 10 years ago, where I was like, I'm not going to see fusion make a difference to anyone in my lifetime. MIT 的科学家为这个技术专门成立一间新创公司——联邦融合系统公司，由怀特主任指导的博士生王家德做执行长。The energy source of the stars. It's what powers all of the stars. It powers the sun. Fusion energy feels you read about it in like comic books, and but you got to remember that we're constantly innovating all over and all sorts of technology. 全世界核能发电用的拢是核分裂技术，利用放射物质由做核分裂反应来发电。理论上来讲，核融合就亲像太阳能发出的光学热，由氢核融合为安的核子反应所产生，未产生放射物质，也无污染。过去半世纪以来，科学家拢想要让这套亲像科幻小说同款的新能源用正做真的，所以伫无法度解决核融合电力消耗，被阐述关键侪难题。原子核浓大静电需要真大压力，就因将因客家用接近，而且产生自变，是以电浆形式存在这个状态需要真强的动力，加1亿度以上超级高温来维持控制。电浆温度有1亿到2亿度，地球无物件会用承载，一拄着就会马上用起，这时阵就要叫做电子体。伫个地球暖化效应减速的时阵，核融合发电可能是全球新能源为时代重大发明。贵公性水当中的氢元素，就用产生规个都市所需要电力。科学家甲工程师计划未来几年，就要起一个网球场大小的核融合发电厂，相近伫2030年代，就用为地球提供用未了的清洁能源。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天气预报你知，今日温度会回升，各地拢是好天，而且会出日头。但过明仔就会变天哦。明仔全台湾拢有机会会落雨，尤其是东半部甲南部雨会较粗。若拜六温度明显下降，小过年暝阁有冷空气会到位，低温剩无10度。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7度。上悬25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7度，上悬28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7度，上悬28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6度，上悬25度。外岛的温度是11度至22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祖，乡亲平安顺心，咱再会。